伫咧二战时期，日军伫屏东的邦寮有起一个石头营，即阵光电业者要起遐开发，所有文书团体跳出来阻挡，强调讲要保留即块土地。文书团体搁再表示讲，即个日军会利用假墓甲假庙当作是石头营的出入口，也呼吁光电业者要赶紧停工。 行过山坡这片果子园，雄雄出现一个破破旧旧的石头墓，两个人做伙把墓牌前的挂拍开，其实这是石头营的一个出入口。来攻击这个美军。文书、林书甲议员带民众来这搬去抗议。这位假扮美军的英国人 David， 伊住伫台东，对全世界二战危机真有兴趣。伊看过邦寮石头营了后，嘛希望政府爱保留。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it's not just Europe or the Pacific, like Okinawa or Saipan, which is important. This area in Taiwan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this area should be preserved. 赶快撤资这样子赶快离开这个访寮乡，让二战石头营能够把它保存完整。这个假墓干那会当互一个人两入去，下底的地涵因为有所在已经放弃，剩底30米。 附近阁有另外一座土地公庙，内底嘛藏一条通道。这里面包含了有司令部、观测所，然后还有机枪堡、炮阵地，然后还有无数个坑道。根据林显耀这4档的调查，石头营有64位军事建筑，范围真大。目前，屏东县政府的文字调查还未煞。 毋但有假墓假庙，内底日军起的地涵真长嘛真深，亲像是迷宫，会当通去无共的基庆堡。我请了总督府土木科技师来设计石头营整个的规划，所以石头营你看它所有的工时设计都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好。 那水土保持、水土工程都弄得非常好，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因为它不是军队设计的，所以石头营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关心文书的民众发口号，希望投资光电的业者暂停。David 嘛讲，伊想要开国际记者会，让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完整的二战危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哲，屏东报道。